来看警政署要鼓励民众检举乌枪哦，伊个讲要来提悬检举奖金，差着一支枪就有12000块的奖金，比本地增加3倍到6倍。另外，这些手枪检举的奖金哦，嘛提悬到6万块。望讲全民做伙监督来维护治安。这个查甫人伫网络顶展出伊射击的影片，叫警方伫因兜抄着2支无击枪甲散弹枪的枪支。防以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上班，为了抓出持有枪的恶霸，鼓励民众检举。警政署已告修正草案，甲家己做的枪、甲改造的金属的假枪合并做非制式枪。一支枪检举的奖金为2000块至4000块，提悬到12000块，奖金增加3倍至6倍。制式的枪检举的奖金为一支5万块，提悬到6万块，希望会当加强医护治安。政府为了要加强治安呢，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成立了这一个扫黑的这个专案，然后也成立了这一个相关的措施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来把这一个治安做好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112年1月至6月，查到制式枪29件，非制式枪有393件，其中无击枪占8成。学者认为讲，提悬检举的奖金，确实对警察人力有帮助。不过，希望会当甲改造假枪的红线明确化。警力有限，民力无穷。如果可以提高大家来共同检举这不法枪支，尤其我们要选举的很多暴力案件都跟枪的使用有关，界限红线画清楚的话。林祖顺表示，台湾金属假枪的产业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，即嘛非制式枪嘛包括金属假枪的改造。不过改造的标准如何，也未明定，敢会因为安尼冲击到产业，需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